鑽石有咁多個形狀，佢哋有乜嘢嘅分別？乜嘢形狀嘅鑽石係最啱你嘅呢？我係 Tracy 珠寶圓圓，帶你走進珠寶嘅世界。今日我會用幾分鐘嘅時間嚟到介紹6種嘅鑽石，包你一睇就明。其實揀鑽石嘅形狀呢，我覺得有2個嘅情況。第一種就係你戴上去嘅時候，你就知道啱啦，就係佢啦。咁呢個係一種感覺嚟嘅，好難講得清，但係你就係知道啱啦。第二種呢，可能係根據你自己啦，或者你女朋友佢個手型嚟到揀一個呢，能夠襯托出佢手型嗰個嘅款式嚟到買。咁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喎，你而家中意嘅形狀，可能過2-3年之後又會變嘅。就好似我自己咁啦，幾年前呢，我就好中意 cushion 型，覺得咧佢好浪漫、好復古。但係呢幾年呢，我嘅喜好又變咗。而家呢，我係好中意圓形，所以大家唔使好大壓力㗎。你揀咗而家最中意、最心動嘅款就得㗎啦。講翻而家最受歡迎嘅形狀，圓形絕對係第一名，跟住就係橢圓形，其他好似梨形啦、祖母綠啦，同埋 cushion 就比較難分高下，但係都係賣得好好嘅款式，大家都會好中意。咁佢一定係而家最興嘅款，所以如果你真係唔知道自己中意乜嘢嘅形狀，唔知道點樣揀，咁揀圓形就一定係冇錯，因為佢絕對係最經典、最保值、最閃，而且永遠都唔會過時嘅。你嘅手型其實都係好重要考慮嘅因素。點解手型咁重要呢？因為唔同嘅手型戴唔同嘅鑽石形狀，效果會好唔同嘅。手指長嘅人呢，你會揀一啲修長嘅形狀，可以填滿你手指嗰個空間，唔會令到隻手睇落空蕩蕩咁樣。咁乜嘢形狀啱手長嘅人呢？橢圓形絕對係第一個選擇，佢本身就係長型啲，戴上去呢會好優雅，而且呢佢睇落去會好大粒，比起圓形嘅話，咁梨形呢都好啱手指長嘅，因為佢一邊尖啦，一邊又圓，所以呢佢好修長，而且呢好多女仔戴起呢好有個性。通常我會建議將個尖向出邊，咁個效果就會更加明顯。仲有祖母綠呢個形狀呢，細長而且有光澤，仲好有 Art Deco 復古嘅 feel。但係要留意祖母綠呢嘅形狀呢，佢唔係靠閃嚟到贏嘅，佢係靠佢個純度同埋呢嗰個氣質，所以顏色同淨度呢揀高啲係好重要嘅。另外呢，仲有一種形狀叫做 Marquise，比橢圓形少見啲嘅，因為佢係兩頭尖嘅。呢一種形狀呢，會令你隻手呢睇起嚟呢長好多。咁你要小心嗰2個尖位呢係會容易崩，咁所以你鑲嵌嘅時候呢，要特別設計一個款係包住佢嘅。如果你嘅手掌比較闊，手指又比較寬，咁你可以揀一啲方形或者冇咁長嘅橢圓形款式，例如 cushion 呢就好適合你啦。佢圓碌碌啦，好似個枕頭仔咁，覆蓋面呢又會多啲，唔會顯得個手指冇咁修長，而且橢圓形好浪漫、好復古，中意 vintage 嘅人呢，一定會好中意呢一個 cushion 型嘅。咁祖母綠都好 match 嘅，雖然佢係長方形，但係個方形切角會令到手指睇落去長啲，平衡翻個比例。公主方都係唔錯嘅選擇，佢四四方方，好有現代感。如果你真係好中意橢圓形，都可以揀冇咁長嘅橢圓形，因為橢圓形有唔同嘅形狀嘅，佢嘅長度比例呢，大概係1.45到1.55呢，佢就會比較修長。但係如果你揀咗1.35左右嘅比例呢，相對呢，佢就會圓啲嘅，咁覆蓋面呢就會多啲。咁手型之外呢，仲有一樣嘢呢，其實好緊要嘅，佢就係你嘅生活方式啦。你可能會話吓，生活方式同揀戒指、鑽石嘅形狀又有啲乜嘢嘅關係呢？其實有嘅，真係有關係㗎。如果你嘅生活方式平時係好活躍嘅，咁你成日要戴住隻戒指去做嘢，咁就會碰碰撞撞啦。咁你嘅戒指個尖角呢，就未必咁適合㗎啦。好似公主方，佢4個角呢幾尖嘴，容易崩，梨形馬眼嘅尖位都幾容易受損。如果你有好多嘢做，手又成日要跌跌碰碰嘅話，建議你避開啲尖角嘅形狀，揀翻啲圓形啦、橢圓形啦，或者 cushion 型比較圓潤嘅，咁就會安全好多啦。但係如果你唔係，其實你成日都係坐喺 office 度，生活比較安靜啲，或者咧你隻戒指又唔係日日戴住，咁你本身又係一個咧好小心、好鏡石首飾嘅人，咁你戴乜嘢形狀
都冇問題，可以好放心咁戴。我而家俾大家睇下唔同形狀鑽石嗰個嘅視覺效果，你就會明白點解我咁樣講。你睇下圓形，佢係最閃嘅，因為佢有57個視覺面，光線呢嗰個反射呢係最完美，而且佢好百搭嘅，乜嘢手型都啱，所以先至係最受歡迎嘅。橢圓形呢，你睇下佢戴上去係咪令到隻手指睇落去收長咗，而且同一卡嘅橢圓形比較呢，圓形睇落去呢就冇咁大粒。呢一個呢就係橢圓形嗰個嘅魔法，但係你要小心中間呢會有個煲呔喺嗰粒石嘅中間位，原因呢就係因為佢用咗舊嘅車工，即係8個反同埋6個反嘅切割。不過而家呢，我哋有啲最新嘅車工，我俾啲證書大家睇下，你睇下呢一個就係4反嘅切割，佢就唔會出現煲呔嘅。咁所以當你買異形鑽石嘅時候，一定要留意佢嗰個嘅車工。梨形你睇係咪幾感性、幾優雅？佢一邊圓啦，一邊尖，好有女人味嘅。而且呢，梨形你揀嘅時候呢，一定要揀對稱，千祈唔可以歪咗，亦都唔可以太肥或者太瘦嘅。另外公主方呢，你會見到粒鑽石呢，佢就係正正方方，好有型，好有現代感。佢嘅閃爍度呢，都係最接近圓形，但係佢嘅性價比呢，又會比圓形優勝嘅。至於箍筍形呢，就係圓碌碌，好可愛，好復古，好浪漫。佢有好處呢，就可以隱藏嗰啲瑕疵，所以正度可能可以揀低少少。祖母綠你睇佢冇圓形咁閃，但係佢都好有氣質，好高級。佢係階梯式嘅切割，展現出鑽石嘅純正度，所以要揀靚嘅顏色同埋正度。講翻我自己啊，我一開始嘅時候就好中意箍筍形，覺得佢幾復古幾有 feel。但係幾年之後，我嘅喜好就變咗中意圓形。點解啊？因為圓形真係幾經典，而且又閃，永遠都興，唔會錯。所以我成日同啲客講，你而家中意乜嘢就揀乜嘢，唔使擔心將來會後悔，因為你嘅品味會隨住時間變化。你而家買就一定係揀而家中意嘅先至係最緊要，你最中意又買得開心。而且如果有一日你真係想換，都可以嚟我鋪頭揀個第二粒，我可以幫你換個第二粒。最緊要係 enjoy 呢個 moment，買到一粒你自己最中意形狀嘅鑽石。你最中意邊個形狀嘅鑽石？你可以留言同我分享。我而家最中意圓形、方形、箍筍形定係梨形？我其實最想就係每一個形狀都有一粒，梗係最好啦。好啦，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你，希望你會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啊！我喺中環威靈頓街有一間地鋪，歡迎中意珠寶嘅你可以嚟行下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